喺幾年之間由行得走得變咗坐輪椅上埋新聞，花咗超過20幾萬去醫濕疹，最後尾我發現我有40幾樣食物敏感。Hello，我係 Eunice，呢個係我俾疫苗改寫人生嘅故事。如果呢一刻嘅你都係俾濕疹纏繞緊，希望我嘅故事可以俾到一啲鼓勵你。其實去到呢個地步都唔單止係身體收皮咁簡單噶啦，有時候搭下車返工會突然間崩潰大喊，每日食飯之前啦、沖涼之前啦，同埋起身嘅時候望到自己嘅身體，都係一場好大嘅心理戰爭。我覺得濕疹佢係一個唔會令你死嘅病，但係佢會令你生不如死。佢會令到你只有生存冇辦法生活。時間去到2025年，我係第3次開始接受心理輔導。喺同一個時間咧，知道連生物製劑都搞唔掂啦，咁我就試下由營養方面入手，於是就做埋最後一個延遲性食物敏感測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先知道自己加埋係有成40幾種食物敏感。唔怪得知我嘅濕疹一直都唔好返，不斷翻發啦。對一個出生冇食物敏感嘅人嚟講，都係一個幾衝擊嘅改變。去到最後尾，我就決定戒類固醇同埋生物製劑。呢一個並唔係啲咩教你醫濕疹嘅 tutorial， 因為而家嘅我都淨係經歷緊喺呢個康復嘅路上，定咗攞辭休息，搬出嚟到居住。希望靠住西醫、營養師加心理輔導3個方向入手去處理我嘅濕疹。咁我覺得好開心嘅分享喺1年內咧，我已經成功戒斷咗生物製劑啦，同埋類固醇呢2樣嘢啦。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鼓舞嘅成果啦。咁大家見到我個樣咧，亦都係由之前去到我而家呢一個狀態啦。自從嗰一個 thread 咧，我就開始咗喺 social media 度分享我嘅經歷。呢幾年咧，我仲有好大量嘅故事啊，同埋啲心得係可以分享俾大家嘅。不過影片嘅長度有限啦，我想邀請大家嚟同我一齊參與呢一個康復嘅路程，希望可以喺下條片再見到大家。